基美医学中心为长肝胆科的医师杨俊奇表示，威尔森氏症是一种铜离子代谢异常的遗传性疾病，盛行率大约1/3000。在台湾国家大约有400名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，因为这种病一开始并不容易被诊断，铜离子无法度代谢，容易积在体内，造成肝脏、脑部等器官的伤害。威尔森氏症是一个铜代谢异常的疾病，那因为它会把体内过度的铜离子会堆积在脑部跟肝脏的地方，所以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以肝脏异常、肝炎的状况来表现。那另外有一半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，像是这个动作失常、记忆力不全，他们甚至连走路或者是吞咽都会出现困难。那有一部分的病人，大概30%左右的病人会出现一些精神科的症状，像是忧郁症或是人格变化的情形，那都是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。因为这个是一个基因遗传的疾病，所以他一辈子都需要服用铜螯合的药物，那来减少体内过度堆积的铜。那另外也要去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。那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包括说一些内脏类或者是一些这个海鲜、贝类这些东西，都含有蛮丰富的铜。那甜食的话，像是巧克力、可可、咖喱粉这样的调味粉里面也有很多铜的成分在。所以它都需要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来减少铜的摄取，然后才能让症状慢慢的缓解下来。医师表示，良早确定威尔森氏症，就应该及时接受药物的治疗，阻止疾病持续来恶化。不过，在药物的治疗上，必须要重新吃药啊，才能持续将铜对体内排出。不过，因为铜组合药物的使用较少，有一寡病院无一定的准备，因此基美医学中心跨团队设立遗传的咨询中心，提供罕见疾病咨询加照护服务，希望会用来提供罕见疾病患者甲家属充分的咨询加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